难得。哇！哎，你都要摆个猪，你有没有按用像电风扇？对呀，这样对呀，风火轮。对呀，升级版的。这太浮夸了。哎，该師傅哦，其實啱啱聊節目之前哦，佢就跳讓來講哦，這個環節跟細有關係，細係0.2公分長做的溫度細。你看看，你有記得呢？你看看，0.2公分，你看一下，還有係標哇，这是不是是2.1公分？來拿起，來做了個主機吼，總得拿主機肥嘅，還不一定要好肥呢。哦，有听到了嗎？又來我们制作人翻译一下，他刚才说，我发现我主持这节目不能拿主持费，我还要付学费。嘿，開玩笑。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我係民族，我係中白劇。今日又轉到我嘅地主場了。哎呦，來到沒有呢個樣嘅頭部，來，抱歉，你對頭部有乜印象嗎？大概想一下。其實吼，有來講嗎？正經我講吼，我啱啱談過呢一個地方咧。真經冇談過，頭份有談過啦嗬。頭份有。不過頭部呀嘅素材就會因為看電影啲，較少人了解，故所也特別真係一個補貼哦。哎呦！希講當多人都冇佢嘅時節啦，來到頭部嘅特別了，要格要花好看，要茶味好雜。 還有好些東西，還有一公出，係啊，對，還有一公出來之後吼，全部觀眾朋友全來到跳舞樣板咧，就跟住來哦，歡迎哦，歡迎大家來到跳舞嚟哦。真係黑暗呢，而且咧，幾張沒有你，真係有動到迄好些隱藏版的客家美食。啊，唔講咧，今日搶到嘅一個總鋪師呢，先來歡迎到齊玉鳳、齊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咧。歡迎。還有吼，我哋蘭翠歡迎到劉雪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劉雪玲啊，雪玲。 其實我還是要搶到你的問題哦，因為有想時啊，正經來比賽你遇到那種旗鼓難下那種3人全部都按用平平的，全部都同樣水準的時間，咁你就講講不要偏陽又唔錯，不要偏陽唔錯，那時候你的內心交戰最後面要運用了現在啊？我的，因為像我就很困擾。像這樣子的比賽，羽毛愛會講就是以比方說唔好拼的，其實愛還會用更專業的角度去看。更嚴格一點。更嚴格。必爭發鬥。冇啦，冇好鬥錢啦，妹，按用音啦。更嚴格。更嚴格、更專業的再下去評分，按用音嘿。我愛講吼，最公正的吼，愛劉雪玲劉師傅哦，談講吼，佢唔但強做得本拍攝評分哦。 佢每次架又本，又被別人評分哦，必須哦，佢下就讓來講哦，佢到2016年，係咪就是在托人了客家事務局辦嘅比賽，你拿到第幾名？第一名，大頭名哦，這個真係喊老大家講哦，佢今年帶來個創意料理是該那一年哦，該年比賽大頭名嘅菜。 真的，啊！你太陽有福氣，真的，食到也幾大頭名嘅菜色。不過先賣個關子，等下一張來老太家講係嘛？係，馬上我來期待今年主題嘅食材係乜嘢？來，哇！哎呦，今年吼主題嘅食材，大家來猜想一下，到底係乜嘅東西咧？哇！梗係煮頭見嘅，梗係咩鹹菜？ 鹹菜乾，不過到底哦，今年我來用鹹菜乾做乜嘅料理咧？做乜？你看這太明顯了。空用啊？冇空用，有道理。哎呀，關係空用啊？係啊，表揚嘅老氣就變做菜乾空肉。那這一道料理真的是客家經典，經典，真的是經典。所以堂中朋友，黑公，你不會做這一道客家經典菜的話，今天跟着我們的參賽者 Q 哈來烘啦。 好，然後嚟分享下鳳水嘅鹹水炸咯，分享到呢啲用表姊妹哦，水雞翅、老燒米翅上場分享。還有吼，我哋蘭翠吼，咪係表姊妹哦，分享種肉拖，還有種熱醺。分享呢啲哦。水雞翅、老燒米翅係兩表姊妹。
玛莎黑贝尔姐姐嘞，哎姐姐，不过你抹茶给我谁吧？没有，抹茶没有给我童年妹妹吃到姐姐煮的奶红脆较好吃，有試過嘛？客家小炒，啊，客家炒牛，但水哦鸡只有妹妹嘞。佢哦，佢木卡最强的就是水晶饺老嘅红豆汤，由妈妈传承，真勁好来。从西面食到睇所啊。以食到太古所以嘅嘴嘛，連都動錢呢，都已經懂得煮嘅啦哎。呦，今日比賽有心情嗎？有，加油好嗎？好，加油哦！加油！油！同意咯哦，我都有冷水經嘅哦，我緊張咧哦，我問一下哦，哎，記得未係標姊妹誒？是哎，你最好是姐姐嘅媽嘅料理，煮芥酒啊，姐姐哦最好是妹妹做嘅媽料理，沒有，太重臭強時，我最好是的，我最好是嘅。 OK，好，咁隨住嚟進行體育館嘅比賽了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嘴啲喊聽嘅時間地度做出自聽嘅菜色。本來係雅木卡嘅卡上癮，也係雅木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木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哇！哎，如多了哈，如多了哈，哎，把看为弃权的世界嘞。因為梗係你地主啊，打白哈，打白只要新主以南，卻係你讓。不然我們交換嘛，我對你kimchi啊，你對哪個啊？做得嗎水kimchi啊，你老民主強下做得嗎？做得啦，美女呢？因為嚇你不哦。會，你從頭到尾都冇行耶，來哈伯謙要找經理。哎呦，對，你沒嚇有到我幫你當人哈！啊，你嚇我，你嚇我多久了？很難接話哎，好啦，要馬上，澄清幾次。哎，澄清湖。要好啦，馬上都開始比賽了呀。好好你先開始哦，明珠姐。好，我們先，好，慢慢來，慢慢來，慢慢來，慢來先剪刀石頭布哦。啊，哦，好，啊剪刀石頭布，好來，一家之主愛情跳，跳冇跳？滾一，公子，中冇佢啊，跳冇跳？滾一，中冇佢啊，跳冇跳？啊！唔怕，唔怕。因為我知道遊戲王，我剛才有稍微再加快速度一些。哎呀，哎呀，對不對唔怕唔啦。怕嗎？嘿，葉傾姐吼當為主菜啦還。有，哎，還有這個，嘿，你要對我們這個沒決勝負哦。沒有，哎，冇啦，跟他講。我完全落嘅地主的氣勢合到咧。加油加油哦！1比0，因為就聽了，唔係就因為係。讓我炸豬尾哦對。好，準備好了哦。好，我木豬會殺人哦。冇啊，用嗌啊，嗌卡佬啊。好了，開始了。剪刀石頭布，你看，佢不要係剪緊張，刀。不要緊張，好不要嚇到。開始哦你要叫佢先係啊，唔可以鬧窮樣哦，好唔可以嚇到。一家之主愛情跳，跳咯跳咯，該你，跳咗冇跳啊，跳咗冇跳啊，該你，跳咗冇跳啊，跳咯跳咯，該你，跳咗冇跳啊，跳咯跳咯，該你，跳咗冇跳啊，該你，跳咗冇跳啊，跳咗冇跳啊，跳咗冇跳啊，該你，跳咗冇跳啊。跳咯跳咯。很強哎，我覺得他很強。我會撈大家這個講，能跳，你係很厲害體育界吼，真勁。衝體育識到你啊哈，你係搞水球界界。要贏嗎？哎，但是還是沒贏，長到一隻白哈。不要緊張，不要緊張，瑞芝姐今天動厲害啦。對冇，不要緊張，不要緊張。來了哈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他先呢，哈，我要 Q 用哈。準備好了等哈一下，我跟你說哈準。備好了哦。好，一家之主愛情跳，跳咯跳咯，該你。跳咗冇跳啊，跳咯跳咯。你就會打哎。大佬依下穿用一下依下。隨着進行比賽，馬上來開始，做得了哈。水眼罩來啦，必須開稍微把始。水擠乾。哦，哦，對，民主又學到了，有很厲害哦，又厲害哈厲害哦你。看他的肌肉好明顯哦。但係都會出去哦。對啊，很厲害哦。哇，裡面還有切歌數誒。對啊，誒，有啊。你兩衫吼，該喊菜館吼是滴時候了哦，唔是聽到哦，所以你該比例會幾多？差唔多係，一隻雞的量啊，一隻雞啦樣係不過該用會幾多啊？用啊，嘿，1比1嗎？
没有吧？不是用按那差不多几多？1斤。一斤大概1斤1斤多哦1斤看你切片的大小，哎，厚薄啦这样。哼，哎呦，9、八8、7、6、5、4、3、刚刚好。耶，感觉前按钮要到列前签停1分钟哈。好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会让我计时1分钟。很艺术嘞，哦对，哎，好，先休息一下哦。我们来现手，来现手，菜，现切了哈，好，他们水灌身。哈切。哇，你的含吹管好漂来亮2种，哦！我2种，拿过来哎啊，拿过来啊。你还2年呢？健美嘞，还有2种啊。好，多。哎，刚刚的先剪掉，是龙烟改，这个是Apple，烟改，哎对，这几多年？这看起来不止5年呢。有至少5年以上。哦，对啊，这个这是客家黑金哦。哦，我先来，我先来，好，跟米头千尾切黑哈，计时抢开始。先切了好做的吗？切悠悠。嘿，安用吗？是。推刀拉刀，推刀拉刀，哎，像拉琴一样，冇用背啦，用机。一起了。看起来还不在一起错。没关系。辣油呢？该不用哈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再切。该龙解哦，我刚刚学过啦，不过吼切起来的感觉吼冇强龙呢。不重要，这比较软。对，这个比较软。它软呐。一块够较久的啊。它软。嘿，很软呐。安用切怎么样啊？那个。哎，斩一斩，快快，切，斩一斩。你的手要小心。真的手要小心。 2、1，时间到。原因马上系天一改。哦，两沙强。两沙强嘛做，两沙强嘛做。如果准备好的话，就计时1分钟好哦。了，两沙准备好了，必须开始。哦，那安用切是好的哦。你不要再切了嘛。不会太大我们了。要不要蒸水？磨了，先有开水吗？开火。好。做得啦。做得。好切。水太吗？冇细火。细火。师傅，那个猪皮是我最爱的地方哎。跟不猪的呢？对跟不猪啊的呢？，猪味黑嘛。 9、切8、 7、 7、 6、 5、 7、 3、 2、1，时间哦，到。做得开水，做得开水。好，那个颜色分布都好看哎。人家可以3层油，正经黑线条哦。我的那个猪皮又厚，真猪皮的。当盆，我要吃这个可以猪皮怎么那么厚啊？猪皮当盆，棍抬个宽一片我觉得这。个猪皮真的很五棒。足哎，猪味哦。哎，五足哎，呀，你看，嘿嘿，究竟都要试试看吗？冻盆呐，冻盆哦。皮当盆啊，移动盆呐。明珠姐，几个哦，叫试看啊，做啲本机试看哦。哦，哦是的啊，人家系玉女主持有啊。字有吹了，对，哎，做啲不用下姨吗不？用不用不用不用。来不要，好，更有字哎，刚好都离开这片了。好，来先恭喜喽。好我，OK，可以继续嘛哈。做啲比较两三可以做强好。了。哇，这也很棒。可是刚才那边的猪皮好比较厚了，这也是黑猪肉那啊。这是什么猪啊？应该比较肥吧？一下抬挑啦，比较肥啊，比较大条。冇清楚哎，普鱼冇强龙哦。可是我们的用的冻酱哦，没 Q 用黑补猪味哦。你要给你的含吹管，没吃做的吗？哎对，妈妈，哎，鸡架，去哪做的？几多年呢？去年去年呢，新新的没冻好看哦。水罐来降烟，一爽的好。越久越香啦。哎，摸的猪好用去年嘞，至少大家等下吃空了就底，先摸一不一样数字限制住，好不好？好，刚刚继续剪下去，我们要继续看那边喽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不。要随便动，会跳掉。哇，哎，那个猪皮我可以全部包办吗？你懂笑声吗？嘿，良好完全非常完全不是料理哦，直接加酱油膏直接吃。哎呀不是，又动又弹性，你可以见你时间，你要这样的胡椒粉容易哈，还酱油膏你就呀，很好配饭了。该小黄瓜不是切了，要该摆盘的有呀，盘式的啦你。昨天两下切的，好你昨天两下切，两下蒜头再把它切掉。好，我们过去看那边好了。好好，哇，好香哦！天哪，这个可以直接夹吐司哎！可以啊，可以我们错，对啊，挂包没做对啦，挂包啊，挂包退台让水，退台让水，看看哎，秀梅姐有，挂包嘞，我们有你有带挂包哦？有你看看，有各位观众，我们还带挂包来，嗯转压杯啦，转压杯。该寿司米是龙夫对啦。，好，方言呢？好直接加油加油看看，好，厉害！
太厉害，这道菜太合我意了。你下豬肉병落啦，看它的油脂，哎，我覺得，冇병油哦，冇必要，嗯，还有吃夾就醬嘅加下白嘅唔該要啦，該要強啊煮啦。哇，等下就不用落去，可以是真的哈。噔。哎，你这个摆个猪，你有没有按用像电风扇？对呀，對啊，风火轮。对呀，真的升级版的。这太浮夸了。哇，等下就不用落去，可以是真的哈。哇，哇！要擺喺咩度？我该扣个。其他前後宮還有個都偏都偏準。既然難處啊，社講應該派去時間麼？該派去時間每間菜館你話呀，雜雜，雜都很还有步骤哦。該水又落去啊，該汁又落去啊，哦呀，哇，哦，好，然後等一下要不用攞來整嘛，整你就會等幾好誒。因為我已經吼燙到我肚子都咕嚕咕嚕咕嚕叫了。真的。哇，哇，上啥啊樣呢？整稀太好了。 40分鐘，所以洗好的東西得等待啦，值得等待食。材等下。攞去看應該片，來。好，两个牙齿，哇，妞哎，發生乜事大情？家分，哎呦，我擺盤，哇，哎，你看一下，因為 keep 都整了，對不對？嘿，咩？肉卤好了哈，把它擺在那個對底下，然後要蒸啊，對梅乾炒一炒，就把它鋪上去。為了蒸啊呢？對來我們要蒸進入蒸的這個步驟。對對，一定要蒸。不用落去蒸，等40分鐘了哦。好，好，太好了，咁我們就來等一下嘍。哇，當哦，差不多有1堂課的時間。差不多了，一同哥哥聽40分鐘哎。昨天打開了沒有？昨昨天了。哦，打開了。期待，哇，真嘅係香哦！而且你看，家嘅油脂有冇鬆杯嘅成品呀？你講的是那個成品。還有那個豬皮是我的最愛。去家打分數了呀？其他打哎，沒有啦，這是色的部分。拿出來。家家攞去拿出來。喊我貼好哈。 ，keep 哦。整掉，變魔術，姐姐，變魔術。哦，那 Q 你哦。你要 Q 了，好了，走的啊1、2、3， ，Go！ 哎，拿不拿起來？拿看你們拿起來，看不拿起來。哦，還忙先講哦。來，慢慢來。哦。又先講哈。可以了，成功了。好，來，我們去到我們那邊。等一下擺盤哦，哈。好，哎，好了40分鐘剛才來哦，坐在嘛。可以。哇，不一樣的顏色很真的哦。哦。來，哇，基本上係定嚟嘅哦，一起這樣弄。它是鐵砂掌哎，你看一下，我都唔攀的嘞。你看這個黃金黃色的琥珀色的湯汁，哎呦，而且我們有帶掛包，你的飯還忙拿着了。等一下看你長尾地可以打哦。開了嗎？你得有帶三明治啊，嘿，我們有帶我們開掛點。噔。哇！哎，你這個擺個豬，你有沒有按用像電風扇？對呀，對啊，風火輪。對呀，升級版的。這太浮誇了。哎，你踩上去，你就是哪吒。哎，倒數嘞。 都是了，5、4、3、6、1，時間到。等下就隨來吃看了都帶兩罐地圖嘛，甲木米西較好食嘞。哇！這真的要厚被重賞顧厲害，開起來可以哈，你看一下。哎，龍族圈動厲害呢。那全部就純糖吹啊！哎呀，你等一下。冇錯。哎，我們現在的比賽的階級已經進階到一種算是選手級的比賽。勁呢哦！來，掛包就蠻好啊，謝謝。好，來，唔怕。謝謝。時間啦哈，來，我真的不客氣了，因為我已經選好了。哎，哎呦！一遍。天哪，整塊要給它夾掉。我很捨不得破壞它呢。來，哇，各位一定要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兩個，而且一定要吃到最對啊，要後加一點梅乾菜。你看，真的會黏我嘴唇呢。來，我們對方覺得怎麼樣？
你都感觉咧，不错啊，加它在自动酱哈美咧，不然煮颜色又因为它的漂亮。那个鹹菜乾冇人卤，又嘛冇人哦煮，所以佢也自動醬啦。我都有日聽我講哦，雖然雞腹哦，雞係因為雞，它的鹹菜乾哦，5年最少5年嘅鹹菜乾哦。她的婆婆晒的，哦，婆婆100歲，哎呦，啊，婆婆100歲晒的，哎呀，做不要这样子啊，每次都给我们壓力。其實宣動厲害啦，干娘100歲做出來啊，她干娘100歲，試看。謝謝那個熱kim子嘅干干娘。娘，運動好吃啊！好什麼？謝謝你的婆婆。等一下一定要加掛包啊！一直講她攝影師怎麼辦？她很想吃了。掛包拿來啦！好，在評審的分數以前，有些老太太講，其實呢要用關，講真嘅呢，東南平兩家都非常好吃，董事會陷入這麼難評的狀態吼。嘿，好，冇那時間呢就先搶齊師傅搶分數。哦，什麼？啱咧先講一下。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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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我們要先按捺開心的心情。 OK。好，劉師傅搶分數。哎呀，你看，我說要按捺吧。好了，來，齊師傅搶我嚟講，其實有兩片嘅雞菜都做得，啱啱咪順利一片係因為佢嘅雞老干用係啊。菜乾要冇人冚，啊雞要加到雞咪咪有切安到雞嘛㗎，5年以上嘅雞。對，就冇啊。謝謝你的婆婆。對啊，謝謝干娘。我唔錯。老梅干係咁講我做嘛會先掠喙咧，因為掠喙幾掠真冇人求啊，跟個孔肉唔難落，唔難落。啊，要口感的話，要孔肉又落，從兩片來還又落。啊，兩片的顏色色澤又好醬。啊，唔過加孔肉又落哦，又入味。哈鹹唔會差，啲梅乾孔肉本來就當鹹的啦。配飯的啦。嘿嘿嘿嘿嘿。不過其實談起來啦，基隆沙吼品行啊，每次真的難分難捨啦，沒人用講，難分出勝負，因為兩片吼，真的要雞蛋裡挑骨頭，才發現得出來差別嘅地方啦。冇錯，係啊呢。沙丁下來呢，等下就來看一下今日劉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要搞太起家咧。中葡素滷菜。好，要得到那個雪玲姐帶來乜嘅4個料理咧？叫咩要催名係嘛？米苔目粽，哦海味米苔目粽。哎，開始係你打挑名嘅料理，就是這個，而且這時間一比賽真係濃香哦，海客料理嘛都海客料理。由會散，它以海產跟客家為主食，而且要用米苔目去入菜，這才是重點。好，先來看一下哪個食材。米苔目，嗯，你要黑馬雞，你要魚醬，底度有花枝薑跟魚漿一起拌的。叫魚漿，對哎，比例有差嗎？它這裡面比例是就去市場買現成的，夾鋪位，夾鋪位。已經攪好嘿的，這個是絞肉，絞肉是要跟這個梅乾菜一起炒的。哇，這個胡椒粉，哎，該胡椒粉哦，我們也拌個胡椒粉哦。這個不是一般的胡椒粉，這是中藥店買的胡椒粉。嗯，啊，這個是香蔥頭，蔥油、油蔥酥，這個是豬油，這個就基本的。嗯，該係圈出。好，可是圈出來，來圈出來。哪個豬位用米奇木來包？嘿唔，會散體，唔會，那麼厲害。對，你等下就吃看看。不是加膠水哈？她用沒黏住啊。好，來兩下愛鹹老嘅豬肉老梅乾菜先炒比較過，強。嘿，哦，炒過，等它比涼一啲啲咧，係將來拌炒嘅拌那個。哎，我看到就變通變哦。同餡餅哦，哦，餡餅哦。變同餡餅，剛剛睇緊都變同餡餅，對不對？我還認為係水妹醬餅變通誒。我以為是最後上色。變通啊，比有顏色啦，哦，上色糖色做糖色啦。哎，不過該變通總得變通到的嗎？總得變通到，因為你一啲嘅東西你變通到，總得會通偏。倆，好，倆，安尼識了，嗯有看到嗎？就。我到酸等該變通融化和變勁風嘅時間才可以放這個哈。對，新香料就做得剩表，哦，你要表肉，哇！我用五花肉，一板油誒，一板醬誒。哦，好棒哦！哇，因為我們都出來咧，對啊，
其實注意哈哈。說真的，到拜師傅來後，我真的最期待雪玲姐做的。哎，有沒有講？因為而家料理啊，做一切真給做做哎，比較家常味。對，家常味。咩客家米絲蝦蟲啊。對。你改下講吼，你最好你最發現去吼，劉師傅做創意料理吼，係因為吼劉師傅佢係專業嘅客家料理，他是專門做客家料理嘅哦。對，我是專門。而且送拜給媽媽有來啊，有講到幾多細家就當很天數。係啊，然後學劉師傅，你樣板上到嘅做得撈個這個結合啊結合啊。是其實係出到題目，你有一個主題，你就做得很。要去運用，所以大家吼全部捏着它主題，你是做得想出來哦。咁咪挺死啊！唔係，一口中藥，先試下，又係麻藥嘅先老聽啊。中藥做嘅藥嘅，麻竹藥，麻竹藥。OK，啊，有的客家人係咪用麻藥嘅咧？叫薑藥，還有咧，還有做藥，做好啦，都有做好咩？月桃葉，還有椰漿有可能來幫我。椰漿花，椰漿跟香菜幫我花，變到地圖。對啦。哎，等一下，雪玲姐，你包這一個，我可以讓我姐姐們一人包一個嗎？可以啊，你壓的也是很厲害的。繞一圈。對，兩天，第兩要天。拉好啊。哦，冇問題。爆倆米氣木種，一天來拉一下，可拉一下，這樣大家這邊，你去拉做嘛拉一下咧？因為佢等下咱們散開。好啦，家啲人就要落去整，對不對？不用落去整。好，我整幾久誒？整15分鐘。15分鐘哈。好，先不用落去整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該師傅哦，其實他們聊節目之前哦，佢就跳浪來講哦，這個環節跟細有關係，細係0.2公分長做的溫度細。你看看，你有記得呢？你看看，0.2公分，你看一下。哎呀，係標哇，這是不是2.1公分？來拿起，來做兩個主機吼，總得拿主機回應，佢半年都要學會呢。哦，有聽到了嗎？又來為我們製作人翻譯一下，他剛才說，我發現我主持的節目不能拿主持費，我還要付學費。嘿，開玩笑。好犀利，15分鐘各位嚟打開看啊！哇，都好看呢，我喜歡。都好看呢，你野蠻呢？走得掛到鑰匙圈上面當吊飾哦。這樣哦，哎，咪做得要這樣哦。有這樣哦，懂這樣哎。哦。哇！搬太加快，搬太加快。你看，金娜娜哦，完全粘在一起了呢。耶，好香哦！恭喜嘞！也係用米奇木來包的哦，觀眾朋友看到第一百看到，對呀，第一百看到吧，用米奇木包。屈原都生氣了，我要跳起來了。好，到底愛做這些咧，都先請雪玲師傅來老味出。我想愛請問兩片的兩嘴的師傅，傳統的呢梅乾菜做乜嘅？要用之前拿嚟洗過，要用嚟洗呢？A 我要洗太夾嘅衫，個洗太夾嘅我做啥個咖喱咩？洗太夾嘅韓棍，哈！聽一隻題目，係洗太夾細菌吧？佢哋都有細菌咩？而且猜拳，而且猜拳，一隻題目，這題答案太明顯了。機靈3好已經等不及了。那位來，有拖鞋，來，誰剛會猜拳？加油啊！等一下，秀蓮是總得選剪刀石頭布，好，等一下，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來，A 行係 B，A 行係 B， B 啦，絕對是 B， 越吵越要生氣。團倉你 B 啦，玩機掉啦，哎，標準句號是中嘅咧，嗬，來，我講答案係。答案是 A，因為香菜館冇洗牆，
设起来会沙嘎嘎咧，就唔好食咧。哦，羡慕你，谢谢你安子生，俺那走在雪中了嘞。哎呦，来，哇！而且我奉劝你最后一枚是按斗，前波又是来鬼太的空用。俺谢谢弟弟啦，一小块啦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看那一啊，就讲你的米呢面哈，其实米苔木啊，啊，骨底不会上了啊，当去啊，稍微有够味，安尼，它有生都给唔酱的米汤吗？有 QQ 的，一滴滴的，给老一丝丝的，米苔木落中哈的，养用它。好正經都好食啦，因為吼，該外背吼，因為該米翅母吼，QQ 嚟，那五種啊強下，還有該地圖該肉，也是彈彈的，不過很有嚼勁，還有鹹菜乾。脆脆，很脆，该口感哈，完全没可能爆地毒哦，哎，真的好吃，你好厉害哦，应该好厉害，很爱兴趣，真的，而且你刚才老要建设东南亚轮表，好啦，你等下長落一些啦，因為哦，等下係最嚴重的哦，對，最美的哦，沒錯，準備好了嗎？好，馬上我哋進行最美熱關。愛係太族譜，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族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盤盤磨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Andy 隨來上菜了。哇，最美的哦！對，該下係馬莎得到分數啊1-1， 1-1啊，一記到五記體咯，因為兩組成功強沒有，係很強，最美。我哋主題嘅食材係乜嘅東西咧？你看一下。開蓋，哎呦，菜條。羅佩嘞！天哪！阿公看到羅佩爾就想要丟。有沒？因為這個羅佩雷真的太有客家情了。哇！過年時節啦，大家都會去幫羅佩雷，老婆看你看幫羅佩雷，羅佩幫你來做嘛該？羅佩板，還有嘞，塞板啊，還有嘞，菜寶，還有嘞，菜蘿蔔，還有嘞，羅佩茄，你看看，不用講哦。都係經驗我做嘅，都係馬嘅。大家東西咧五彩繽紛，菜挑絲，五彩，菜比羅佩西，哪五彩？哪五彩？紅椒、青椒、黃椒、老馬鈴薯、洋芋、馬鈴薯，龍加羅料、菜條。五彩。哇！等一下，該用炒的嘛？係用菜，有啲人唔講啊，像你這道菜嘛，你是講老街食材要全部切細了，了是通過你不去炒起來落去炒，按時候咧，按講佢嘅題目係細哦，細哦，好 ，OK，細哦，不要切條哦，我一切細，那就細了。哎，你好，而且通過你炒張炒，強下炒吼，強下炒是做得咧。冇關係，等下喺我回答問題哦，將做得得到30秒到90秒嘅差別。好，有啦，本菜條時間按用扮演本菜條下夾熱梅下夾熟 A 又係啊，生緊讓水記住擺落去啦。 B 生當凍果，來，見到塞頭菇，咁啊，姐姐好，來，做得，準備了，來考你了，別淘氣，跳大兔，準備，剪刀石頭布，哦，剪刀石頭布90秒。 A B 唔怕 A，還忙先 A 先泡飲先水 A，我哋要先 B，我哋要死走得先 B。確定的哦，確定，確定啦，冇辦法啦，地線先啊。公布咯，公布什麼機會咯？答案係 OK 啊，答案係 B。等一下，他很有可能說 B 是錯的。我唔係用 B 是係 B。 B 啦，你一菜頭嘛，經過半年時間機嘅該水分話凝結會破壞機嘅組織，咁樣人為講本該菜頭嘛結
好，你不按用音，哦，有好啦道理。你摆一下啊，按用音啦。事业海鲜吼，哎跟有些苗我一本来吼，有些苗我一本来，哎，你看啊，你看机啦，哎，其实我没差哎。哎呀，因为机龙族圈动胸对啊，啊，怕啦，可是要比赛了。好，来开始林，来林，我先切这个。两全部都，应该要先切这大概切一半这样就够。好这一半就够。好，一般就。开始咯，吼，好开始。开始。声音对哦，吼，嘿嘿，哇，还有身後長短的安尼，民族这都是厲害的哦。做得嗎？做得嘞，做哎呀，得嘞。先通好的啊！哎，有嘛？剛剛冇講誒，記得冇。指點迷津一下。入泡。一你在波看过卡给嘛？没有，用给卡给嘛？哦哎，对，好。做得嘛？做得嘞。泡泡嘅從水裡用嘅整然後生馬蘭薯，我有生嘅米頭哦。哦。哦，啊，来，哎你你看嘅片上，那看两片哈。快点，好了，很喜欢鸡蛋挑骨头，所以吼，哎，我要跳糖糖，你講嘅快你講你的拜拜。冇啦，你點解要去到方便啊？很一定没有哦，摸不从引进啦，仔细小心啦。哦，安嘿樣啊。啦，等一下，你要不你切了好哈，好，你要白枪。安你就啊就，悄悄慢慢等弄等一下你容。打眼妆。安你這個白天哦，你唔切的呀？你哦，我们唔切的。该还好困难的部分，应该怎么敢切？ 7、好， 6、 5、 4、 3、 3、2、1，停！好，手這樣幫停啊，停，啊停！做下牛头姐哦，该下就让我讲吼，等一下你切细吼，有问題嗎？伊講，好喲，我媽嘅方法咯，全做在切咧，因為佢係做盤做哎，咧你做了什麼？他很厲害哦我讓他們安心，停，怎麼可能你會讓人家安心？當然會啊，基本有冇把個弄平啊？佢冇切，白順條，佢都冇切到。哦，我懂，那這樣真的很安心。一流沙吼，一流沙就看節目吼，知道我不是那麼會切，對，所以你先被阻止了，這樣。好，來去看來。好，等一下上來看你了哦，哈，拜拜。切片。耶耶耶！呀，刨皮，拋皮。哎，來跳跳讓你講哦，該師傅哦，其實他們有節目之前哦，佢就跳讓來講哦，這個環節跟細有關係，細係0.2公分長做的温度細。你看看，你有記得呢？你看看，0.2公分，你看一下。哎呀，係標哇，安尼當被這是不是2.1公分？來拿尺。好，我按個唔得問題，上間紅椒暗盤你用幫人切到。再切啊，再切一次。怎麼樣？怎麼樣？怎麼樣？紅椒啦，彩椒紅啊。椒油啊，金嘅下對，要怎盤，麼切？按個按個台哦，咩，你要紅椒啊，你按個再切一半熟了。這樣我給第一天，我從來先讓你切片，嘿，切片，按個切絲。這樣知道嗎？先切片，你先不片。知道。我發現哦，我做了個主機吼，總得拿主機肥，我還不一定要學肥呢。哦，有聽到了嗎？又為來了我們製作人翻譯一下，他剛才是說，我發現我主持這節目不能拿主持費，我還要付學費。嘿，開玩笑，來，哎，對，還有這個，不要忘記。我還有咯，對啊，還有一半哎，要記講了，來，廚師幫我用掉了啊！有多姐0.2，耶耶耶耶耶耶！數哎哈。嘿，就是這樣。調數哎。這道菜你等下瀝乾的時候，你凍灶哦，不能去炒灶誒。我瀝着了喲。灶誒，好，我們過去看我們那邊了，繼續加油哦！加油！要換我了嗎？噔噔噔噔，好漂亮！來，真緊呢！嗯，哇，我呀。 0.2，對，甚至我這講係0.1，嘿，0.15差不多，0.16吧。對，真嘅。準哈。哇，哦，你龍沙哦，平常時走哪條路啊？哦，家庭主婦啊，管不卡啦，要找邊個然後嗎？瑞子姐你嘞？我兩個就管不卡。哇，你龍沙穿豆腐好。 6、 5、 4、 3、2、1，黃英，你哋要先燙咯嗬。哇，我先燙記。得要先燙哦。哎，我顧後先啦，等一下，
所以一聽嗰啲都動走走哦。你愛菜迄嘛，迄臭糟的，好，糟的 OK 啊。冇問題哈。冇問題。好，冇問先題。烫起来了，在那边烫要。哇，啊，你要那你有看到做得線切的哦。孔你都要東西有線筒嗎？好呀。要不要找廚師幫我？好，要來切好嗎？那个呢？牌子呢？牌子哦哦，哦出，先剃到了，先剃到了，來，哦，等下，好，有廚師證件嗎讓我聽小90秒，繼續開始。廚師幫我。其實你阿要嗎？你要切對白切我嗎？講會啦。安用意嗎？安用聽你好切。哦，我該係切片呢。嘿，太厲害了！哎，大家全副強龍態勢呢。這個也非常厲害。彩跳，哦，这个就不要了啦，还好，不用那么多了。 30秒，哦30秒。徐師傅戲份很重。哇！哇！徐師那傅个就不喲用妹，你講會，你老嘅講會，拜託。那嘛，我在講嘛。啊，你上擺去嘅國家去哪道別了啊？这就不要那么多，等下我們就不要那奧傑麼多。後告麼？後告，後告哦！哎呦，是的嗎？冇時間啊！嘿，後告當後告，跟穿堂還做得嘛？從頭做得。做得的哈。又來了，哎，可以一起嗎？你真緊動跳呢？該換出去啦吼，有，因為我看見冇棍啊。咱講你切到你也肚，滾痛到肚好時候切到會脆安尼脆脆的哦，脆脆嘿，脆脆。好，來一看下個片了，加油哦！又直接點緊張。你是老碗腔啊？怎麼了？怎麼了？燙好。等等下這樣問的你要痛，嘿，痛。我們得打鬆嘅時對，間。燙好之後，我們該火做得開咧。這個踩一下。等一下通後，我們就把所有東西準備好，然後給師傅炒。我來強問一下蒜頭準備好，我全部都有準備好。嘿，你要幫我炒30秒而已哦。啊火最後綠色的比較慢了，一下子就好了。這樣我要熱，好咧，現在讓來，嘿，對用色的，好漂亮哦。好好，OK 了，OK 了，來，好，我們要用這個哈，來來來，廚師幫幫我，對，起來，先起好。廚東西拿好，好，廚廚師師幫幫我30秒，繼續開始。唔係該發都冇講，啊冇問，唔係該發都冇講，總不是哦沒有事情。你解下就講吼，你係去哪裡國家？奧捷、奧捷嘿、奧捷澳洲和哪？奧地利，奧地利和捷克捷克。嘿，哦，捷克係該有魔豆的那個捷克與魔豆。嘿，哦，你去奧捷做乜嘅啊？不用嘞，嘿，你去奧捷比賽，係咪比賽啊？你冇插你咧鹽？巴，你咪唱啊，6，白胡椒粉、你鹽巴嘿，你去鹽巴奧捷係比賽哦，就打票喵嗎？冇，哎呦，很可惜試一下味道呢。哎呦，哦，冇時間咧，排泄。好嘞啊哎，冇時間。好了嗎？？差不多攪攪手，記住數哦。試味道攪攪完就後哎，好來，關火，關火，媽媽桑，哎呦攪攪完就後哎是味道。 ，OK 嗎？不要太久，不要太久才會脆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上盤。好，OK，空個片。指導性很強哦。我是很想贏的人。對啊。哎，我們去。假使你冇講哦，還好好歹好觀眾朋友認先你哦，不然人家以為你是總不是嘞。總不是，不要動的。哎，還有這個，不要忘記。我還有咯。對啊。還有白啊，沒有沒有，來廚師幫幫我用掉了啊。還有白啊，冇咧。冇嘞，可惜了。好，不掉分。 7、6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隨住來吃這款呢，都帶那個張係給我們的台中鋪嘞。哇，那個五彩繽紛的那個。菜頭絲哦，好，用加塊來咩動醬哦？你看起來唔係強龍哦，強龍哦，但是強龍又冇強龍哦。冇強龍，冇強龍，試看，試看看。來，我這個是徐師傅調味的。哦，沒有再加味了。你有去挑米嗎？
你喺房睇問嘢嚟啊，要挑米吼。有。因為家下挑米嘅時間，我就冇到，記得嘅順挑啦。好吃，很鮮，而且加嘅加呀，米頭唔會上太簡單搶出來米頭 ，OK 吧？刀工厲害哈。好，來吃吃看那藍水的部分嘍。來，哎，不要客氣，不要客氣。那個，因為呢條月餅香出來，應該感覺，我家下就學到個嗆米，就是澀澀的那個味道。因為香油哈又改過去了，真味。就是我們的不會有那個澀味。對。好，等下時間呢就來評分了，來先搶到齊師傅搶分數。我可能就打成平手吧。來看劉師傅搶分數。你也老低兩雄哦，兩個愛做效果的，很緊。所以很緊張了。對啊。等一下，先講評一下，齊師傅做乜嘅咧？倆是都好清爽，倆可能炒長久咧，油味變下多。你看實地，像倆是拌一下是紅一類的，倆可能炒過久，啲顏色冇暗，淺繽紛。繽紛，係繽紛 ，OK，阿叫咩？我劉師傅感覺咧，我嘅感覺係，夏天很熱天咯，冬天吃東西冇重要，熱天吃東西就倆下清爽，倆下清爽哦，倆咧又下衝一啲啲，難啲咧嚇，怪天氣嚟。天時歡所以講，佢切嚟刀工未下好啦，下要啦。改進，其實已經凍好了。就該戚師傅講哦，以外行來講，該刀工啊，還有搭配的，其實已經很厲害了。凍厲害啦！真嘅安尼吼，大家都有福啦吼，你結果做得冇？做得發頒獎了。好，恭喜一下家族呢，最愛風吹得到大頭苗3000元的價吹機。哇！韓劇吼，愛攬水吼，沒動厲害哦，得到厲害。鈦金剛刀具組，動厲害嘅獎品呢。哦，謝謝。我跟你說，那個比上多年來參加都會 video 給主導哦，真的都該專業嘅，還有廚師專用的哦。真的，好，先來談小米姐要不要參加？有乜嘅心情啊？心得老太分享一下。好啊，第一次參加真的很緊張。有不好的地方，希望改進。你都大條命哎，對呀，還要改進呐。對呀，我也都當為鄉下來也參加安尼嘅節目，個幫我都學剪，學有安尼機會來學，有兩位師傅嘅按剪裁嘅，安尼教我都來做嘅菜呀，都按子些。謝謝阿子姐。多謝。我問一下吼，嘅親姐啦吼，得到了比3000塊還好好嘅獎品吼，那心得是什麼？好，謝謝倆客家電視台啦哈，不然你有安樣嘅機會來露一下臉啦，沒上過電視。講講。我牛頭姐咧，今日啦非常的歡喜啦哈，要參加一個一家之主啊，本來有上一天師的機會。各位啊，兩位主廚，各位啊，帥哥、美女、主持人，非常歡喜，感謝大家。有閒就嚟了。好，冇問題。其實嘅今日嘅4集潛水集基本上好姊妹哦，要不然呢，老強從下來比賽啦吼。唔講你冇影響到感情，點都要到邊呢？互相來增加交換廚藝，還講呢有老總廚師好多嘅料到試過料理，真嘅係又好食又好拿，真嘅係非常多嘅數別，睇起搞強下來哦。係啊，假使講你真正對做菜有非常有信心，假使你對做菜非常有興趣。一定我來報名參加哦！冇唔錯，家家來報名哦，一下報名專線已經會報滿了哦。大家家家衝電來哦！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